我哋啊？好啊。我哋第12組改革創新聯盟係一個肯承擔、有責任感嘅組別，所以頭先呢，有其他組別問我哋會唔會辭職呢？我哋要向我哋嘅選民交代，如果我哋係無故咁樣去辭職，即係話你根本唔尊重你嘅選民，你點樣去對你嘅選民交代？選民係想我哋入立法會為佢哋工作嘅。第二就係話，頭先有人問到關於博彩員工嘅問題，我諗呢度呢四組8個人之中，只係我一個係從事過博彩業，我好清楚了解博彩業嘅訴求。但係作為一個議員，亦都唔係話幫某一個行業，淨係單單幫某一個行業去爭取。我哋係要顧及到全面嘅。如果你話輪班制嘅，唔單止係博彩業，仲有酒店從業員，包括仲有啲餐廳嘅，佢哋都係3更輪班制嘅。咁如果你話要爭取，你應該就係話全面咁樣為各行各業去爭取，先至係更好咁樣做好一個議員。咁我想問下個問題呢，我就想發問呢，就係第10組嘅張生，因為呢，我睇到佢件衫呢，就工人自救會呢，亦都係澳門夢啦。咁我想問下而家澳門嘅工人呢，失業率呢已經係全球最低嘅2.幾個%。咁喺呢一方面，你點樣去推動工人就業呢一個問題嘅呢？咁推動工人就業，首先咧要保障本地人就業，因為第一個問題，因為咧而家市面上亦都傳聞話將啲非國外大學生咧培訓中學，亦都有證有據影到，咁咧呢個係非常影響到我哋本地人就業。第二個問題咧，因為政府呢個同呢個問題無關，我哋請下一位，我哋問翻阿高生一個問題。而家從你頭先第4輪嗰個問題，關於文化創意產業咧，俾我聽到你對文化藝術、文化創意產業同埋文化遺產之間咧，基本上你所知甚少嘅。咁而家喺經濟適度多元化嘅第2把尺，會展產業好多人訴求，如何將會展產業令到佢健康化同埋市場化？請問有咩高見呢？嗱，其實咧最關鍵咧就係我哋嗰個培訓同埋勞工嘅問題嘅。咁以時嚟講，我哋見到好多年青人係喺度創緊業，但係咧個關鍵咧就係咩？佢哋發展唔到，原因呢個租金咧非常之貴。其次就係佢哋呢個同會展產業無關。我想問一問咧，親民頭先咧，你口口聲聲好似同阿高生嚟助選，咁呢個你可唔可以解答下，究竟你係咪同佢助選嘅咧？我咧就好清楚，我咧就係我參選，我哋呢度參選，去得嗰啲就去得，我哋得都得，連我哋得都得埋。多謝你係嘛？咁頭先你嗰首歌咧，我哋好認同嘅。對於頭先呢個文化創意產業當中，我哋唔知你有冇聽過我哋街上面嗰首宣傳歌叫《全程奉獻》，就係我哋嘅心跡嚟嘅。其實呢一方面咧，問翻你哋啦，你哋喺頭先問到重塑青年人嘅價值觀，你有咩意見呢？其實咧講多無謂，做最實際。咁青年咧要以身作則，要由我哋做老師、做社工嘅去行第一步，讓佢哋學習，由家長都係要嘅。咁啊，10號仔，你對於呢一個頭先嘅師框，教師嘅師框，我本身係一個教咗25年嘅書嘅人。頭先阿高生提到我，如果我要退休都唔知點樣，一啲退休金都冇，係嘛？兩間教會團體都冇俾一個20年同埋25年嘅一個所謂嘅9月10號就教師節啦。我啲同學如果聽到嘅話咧，儘管多啲嚟支持我。你對於而家目前嘅師框，你有咩高見啊？如果你覺得唔合理嘅，企出嚟發起遊行、集會、示威，咁咧就政府會聽你講噶啦。咁咧完全無關你呢個問題，證明你完全唔知咩叫師框。好，我承認，我而家未知。如果我但將來會知入到立法會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做得議員就會服務市民。我會咧向前輩請教，會咧就好多謝你嘅一廂情願。我會辭職多謝你嘅一廂情願。為以係主唱時間。反而問翻高生一個問題啦，係咪啊？今日你講到嗰個你嘅呢個動物法呢個點解陳議員會投一個反對票？你當日嘅時間，我哋馬上團隊精神非常好嘅，馬上同佢傾咗2個鐘頭。你講翻點解要反對佢？
第一反對，因為咧佢根本咧放啲法例出嚟嗰陣時，根本個時間亦都係太短，冇時間討論。第二就係話個法例根本冇完善，完全係好簡單就俾大家去討論。所以咧，我哋反對嘅原因就係因為你根本就唔完善，再加上我係好非常之喜愛動物嘅。我諗你因為你對我唔係。我想問翻你點解會咁倉促咧？冇嘥時間。係啱啱。